哼，今個月你做唔夠單，可唔可以俾個解釋我？老細，今次批貨好有問題喎，佢哋話用下就爛咗，啲客投訴到話飛起啊！請你翻嚟梗係賣嘢噶啦，你同我解釋冇用噶。總之一句到尾，做唔夠單，你自己好自為之啦。嗱，老細，今次俾次機會我一定得嘅。機會？你估揾緊大富翁啊？咁我俾埋呢個位你坐好唔好啊？王 Sir， 其實張波台就非常之平噶啦，1600蚊啊，絕對冇收貴過你嘅。但係我哋學校啲波台都仲好新，冇需要咁快換住嘅。一張波台就絕對唔可以求求其其嘅，佢係波嘅靈魂啊，唔係比賽嘅靈魂。佢唔係一張普通嘅波台，佢係一張第3代流動波台。第一點，話明流動波台就梗係有碌啦，仲有4個碌咁多。第二點，用咗超重金屬蔗渣板去做，一定重到飛起。第三，用咗今年最興嘅綠色添啊！咪又係普通波台一張，唔好玩啦！佢真係唔係一張普通波台，你阿 Sir， 你聽我講，佢仲識上網添，你信唔信？真係，快啲示範嚟睇下啦！好 ，online offline。夠啦，我仲要改補啊！如果有需要，我就再揾你啦。